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绿袍琴是我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是戏剧家协会会员陈志平老先生根据清光绪嘉善县志关于明朝成化年间的知县汪贵除恶打黑、清正廉洁的事迹所创作的一部8场越剧古装戏。该剧目被列为2015年嘉兴市重大题材文化精品项目，得到了嘉善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并邀请省文艺界专家来嘉善专题召开剧本研讨会进行指导提升。该作品作为上越新生代全新力作，在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得到了上海越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关心帮助，得到了嘉善县社会福利企业家协会、嘉善县天宁商会的友情资助，于今年的6月在上海中国大戏院进行首演，收获了无数新老观众的好评。绿袍琴的主演之一张艾嘉是嘉善籍优秀的青年宣卷传人，剧本经过主创团队孜孜不倦的反复修改打磨，并结合演员特长大胆创新突破，形成了用嘉善宣卷串场的7场实验越剧。众所周知，越剧的前身是落地唱书，今晚的越剧既是一种表演实验，又是一次向民间说唱艺术的致敬。2019年8月，我县以越剧绿袍琴合作扶持为契机，建立了与上海越剧院合作共建关系。上海越剧院和嘉善县人民政府正式签署的戏曲剧院与地方文艺合作共建意向书，并于10月18日至20日邀请上越3团实验越剧绿袍琴在嘉善影剧院、嘉兴大剧院进行3场巡回演出。今天是绿袍琴在嘉善的首场演出，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应邀出席今天演出的领导，他们分别是上海越剧院党总支书记孙雅燕女士，欢迎您；嘉善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金明耿先生，欢迎您；嘉善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陆勤芳先生，欢迎您。今晚出席活动的还有相关部门、县文艺家协会、各镇街道文化站文联的领导和嘉宾，让我们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充满浓浓乡情的实验越剧《绿袍琴》，演出正式开始。
是电影的讲段愚昧指向了事后之后。但是呢，介许个地方有了明朝成化年间，却是连年红老不断，满目疮痍。朝廷年年不看，老百姓空空受之，但仍旧是年年受灾的，年年遭灾。后来搿桩事体一直传到京城拨皇帝晓得，皇帝大发雷霆，公所以前程之于管搿只问题，农家出身的辛苦进士叫王贵，他是洪明来到家里接受。叫搿个一日，王贵从侄子王继两家头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现在已经来到了嘉善县城的监管的地。上去嘛，扑隆扑，一记跳进了水里呀，是一声大水不生。那么这个跳进水里的人啥人啊？他就是王贵。但是呢，有了康洪酒店的村民分出来，直到来自一个身穿绿袍的后山先锋伊拉康洪酒店，那么村民马上拿木桩担着无底。用干个来湖泥填满大地的缝隙，经过了1个多时辰前后嘛，防洪大地终究是化险为夷的。哎呀，有那个辰光，一把浪头也是哗哗哗扑面带来，那个真女的这个王贵这个手举得起来，哎呀，见得个日子哇就结实，等了旁边一时跳来一时叫的，不好的不好的，俺阿叔把浪头举起来的呀！那么叫在场的村民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也急的呀。这个绿袍后山是为了康洪酒店的恩人，哪个好让恩公就为此而断送性命呢？公孙，大家是不约而同，四处寻找。好的，这开篇故事讲到，搿个要依据不实的，为啥呢？今朝大家都观众朋友，大家来看戏的对伐？看戏么呢？好戏就拉后面。可是准备妥当，他生我做事你还不放心？我说这几年你年年腾进那么多银子修这房塔的，怎么我是年年随我不退啊？你讲话可要讲良心啊！这几年为了这短命的房大地，我倒进去了多少精力才华，而今场哪一笔不是二爷天作物，各分一半？他说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闸门，要我大家一起我，要死嘛大家一起死。他说你不是说精力有成，怎么会弄这个酒店又派来个新的？我看你弄来弄去我还是个千年老儿。纪律观察本陈自己
不过这个新来的职员口碑不错啊。他刚到家传就跳水不敌，这几天又到此城王，这样下去，他臣有道是飞来的燕子对不过当地木枪，他王贵就是降落，也对不过你这条地律书这不我也当点好家兴之福他们，让他连不两刀吹空西门，是灭灭这位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哎呀，他臣高但不知为什么又要找老贼王接他定出这件新的落宝。我可是听你的，把孙家之宝养子把牛逼，我打了进去，做了包裹的押送，是不？我心痛啊！你知道什么？世人是儿受不了你的好处，我信不信世上有不头婚的猫儿在侧？我们下了这么他的凶狠，外怕也不是他的欺骗么？高，他身上才是高啊！这叫做威逼利诱，私巧情。我是算来算去，算这个赢啊！唐僧，唐僧！此文姐姐可来。
的说忘了，大的娘子姐姐，快来！大的娘子好像闪在前边，我们快去找汪大人，快走吧！我拾一走访为民生，洪水不渡巨二万重出悲声，今日来。大宽大地西茶坟，原来是出自南朝女痛苦他一场全是王大臣，王大人，外面哪一位？哦，王大臣是下官曹家来拜访大臣。原来是曹元生来了，请。哦，哎呀，这王大臣年轻有为，真是令人敬佩呀！来，尝尝看家传的特色点心啊，把真好。曹元生，曹元生啊，这位是哦，这位才是我们家传的大传人武大武才臣，外国见过大臣。武大参见大臣。
原来你就是武大才子。不管，邵大神啊，有快了，王大神。因一道家算，想为家算把心做了件天大的好事。不过二位跳着水中杀神救地，神里神外的把心多才算数。王大神真是小民们心中的渴望。哪里？曹元神，王大神，你们这是大神啊！乡绅们为了感谢大神烤红酒地之恩，特地委托武大才子接大人送些点心尝一尝。大臣为了烤红酒的恩，我还不生了老毛。no， 这是武才子特地用江南最好的执行手段，请了江南有你个老贼部，接大人做了一件新的落榜。哎呀，区不一样，不成经营。王大神你年轻有为，是必定能飞黄腾达。他在这里祝大神步步高升，特取了宝万之宝，对得小调半大草。大神，大圣王妻何事？外面曾来回来姑娘来了。是恩生来了，王妻你快有请。是曹元神，王大神，武才子，王贵一族是有朝廷俸禄，这些东西请一并拿回。王大臣朝不领旨意，这恐家传百姓要换新的呀。是啊，点心与萝卜都是大家们的一片心意，请大臣一定收下。哎呀，王大神，你劝我推辞了。哎，王大臣，我有客人，我们就先告辞了。曹元神，我们休息，告辞了。我们先曹元神告辞了。曹元神，武才子，曹元神，武才子。是恩人来了，快有请。桂兰，看来我们来的不只是人，大圣的新罗包已经有人将他送来了。成了，桂兰，你们不要误会，我们先到里面说话。陈兰、桂兰，你们几位千万不要误会，我真要去。大神，我们都看到呀！哎呀，姐姐，这些萝卜可真好看，还是这金短的。什么种啊？舍不得这里面放了什么宝贝？桂兰，王大神，事情你有了这新萝卜，看来是用不上。我们这件事就步步地就落爆了。陈兰啊，我这天去了他身上父母相亲心一片，暖面不贴真些红茶，真叫记心间，都盼我实是不走正道成。
去了，此事都不小啊！区不离，不胜今日交过朋友，我吃笑呢。他。你们一旦三千里，一见头发面前曾，福大年会里咱们光辉心中不爱恨，又怎去争？哦，谁谁。有请曹元成。身当把我听，不知所事情。下官曹家见过王大人。曹元成不必多礼，一旁坐下。是。不知大人今日审理哪一场案子？今日审理本院恶霸武大。武大？哎呀，不好！什么不好？我说好啊！好在哪里呀？好在大人为民施害。吩咐他，吩咐他。眼病别跳，火风生难了，衙门把我传公堂走一遭。武大传进二位他审，夫才子不必多礼，一旁宽恕。他身身上哪有小人的所为？夫才子，你乃是本院的大元神，岂有不恕之理呀？此次对当搞错了。
的老包可非合身呐？合身是非常合身。武大，你太费心了曹元生，王大神，本元心方之时，如女百姓喊冤，我问他们因我不到衙门告上，百姓都说堂堂衙门把事开，无闲无事莫进来，因此这拦路喊冤。也有这诸多的上子，还请曹元生替本元念来。不，大臣，这。据上层王家曾称名王文，常告本身后霸无达。小生一家重点为生老实本分，只因经不起刑房大的力量，父亲传世兄长被拒，兄生心重大，不及今天大老爷明察，常告武大大臣，可有此事？这等刁民不可理喻，实在是冤枉好人呐！往下念。是。据上人生阿土，常告欧巴才子武大。以上就是兰修王大帝，莫是良心粗制滥造，杨氏刁乱盗抄，真地广逃。以上虽在千文人地，把这性命统统报销，不知青天大人年半高着，常告，常告，言派不言，陈述诬告。大神，小生这里也有赏赐。圣上，武大，这张银票就是你今天的赏赐。是啊，那这可又是你3月之前的长子吗？也是。插手！大胆武大，你坑爹霸地，依上权势，将百姓挟制作为己有，致使年年秀水里，年年遭红花。好的千枚良言，别人光谈，拔掉性命，葬身迂腐。你结果正言快！这就是这2年神魔天灾被你害死的百姓名单，你这李王，你不是生命受恶，不说清楚来说，不过因王不难用。不但你是这多听仔细，公堂上张上子都告你以为有些能使鬼推磨，光阴大道无法去，你以为当官都是团在扛，见贤也开为天无你苦笑你门风里面快身边，用尽心机也枉费，今日里心脏老张一起损，管教你差次也难避。来呀，拿下了！少他人救命！少他人！少元生，王大臣，少大命立法，你快不当，给到无情。下官以为列将当真，将不打拖了下去。求地正法，少剑，你竟然过此桥！你
我们武大家常咱要修建。曹元成，王大臣，本官恩信重大，本官还要仔细再审。武大家参与他宴会见闻，一并充实国库，作为东西税吏，减少越棍之用。武大把准乡民眼里世俗太晚，因交不起钱款而被无辜关押之人列进审房。是，退。大圣。大圣，江西府汤大人第3次派人送来翠口喜粉。又是翠口喜，这家传自愿汪贵50日以内将历年输钱税负一并缴清，实在义务，官方不用。了了几句，私不多，恰是一堂才名无。虽在故后无多聚，乡亲们期望过节实难过。此时再访谁负责？岂不是雪上加霜，必须路？可真不得，我岂能错事？岂能错事民间苦？可他是不把夫人教，为他偿命，这才须能细思成。为我民当官不为民作主，不是为家中劳苦，心实力保证为民还无啥，今生我也要为民发愿我
把心水难生我土，终于天南地南邪不也要拼命生死相杀戮。万岁！家孙自觉王贵登寿，气血上走。家孙本是愚昧之相，正因典狱不足，随父故从，引领百姓身处水火。更有他父衣裳全是腾天拔地，不肯过户，反让百姓较量难服。自此雪上加霜，苦上加苦。连年岁岁，苦练不遂，命运必能无此类数。今我求皇上恩准，完成将这名小本上父，免死连年苏切良父，重新上衣，振兴良善与福。以上所见，句句是真，尚有虚言妄为，官难垂正，原是刀锋。
心房。陈兰贵啦，快请起！你们姐妹要到哪里去呀？我们是要到远衙去看望你呀。少公大人，你倒是相貌不是儿女，我们是要请你去送东西呢。是啊，大声呐谁把衣裳
能集美一片真心，王贵关键不行。这是也在家上，不必担心。王贵岂管四梦晨光啊！贵郎、陈郎，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东西请一定拿回。一定要水下，马上大人，不好了！何事情况？家贤府汤大人气势汹汹来到原阳，这不算呐！王姐，今可为杨氏。长期腾升3年整，回归路做阿成，王贵他成年就长，破黄水是步步精辟，安康着。遇见人，说是北京走接下去，到时我于是万不一声，咬咬牙，先测上下洗水杯，买通那家亲夫，我把王贵来进门，恨着。那王贵他死红成才艺，我只得请他人身当最靠称。来，自负唐大成有礼，列办升堂。
王魁。要刚阳，强呀怒，上堂堂。家他四会稽，旗下乱草，家贫苦常恨事，为父作草，不管他不管你，都用铁剑来夺他。他儿身狼狈为奸，似虎狼。真落袍裳，斑斑血痕，痛难当。王贵，我看你万事早些早成了吧，省得地狱水苦。哼，王贵，你到底早是不早？早什么？嘿，你总用刁民抗祖抗贼，私事长奸，诓骗朝廷，却留垂你总报四郎配曹家。你不肯我呀不乱变，对我不传心间，王贵生真一不像光明来了历史间。子弟们，王臣朦胧，胡乱为。多是长夜到水陆中流出字，蛤蟆起勇来到底。是你们这些拖大神！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呀，他应死嘿！哼，就狠狠地打！
下之后，家族里千余老百姓联名向任三巡抚叫王氏大人递送为民血印上，要去揭露他人得知曹家的种种才艺。那么个王氏大人拿到这血印上一看，哦哟，这个是事体重大，故所以才有了女扮男装的陈来得知官员。两家头带领之下，连夜乘一只快船直奔到家园来，要来调查王贵这桩案子。听说秦夫王来受王的当，有人那个欢喜，有人那慌。老百姓涌现在俺门外，要为王贵名誉光啊，名誉光呀，名誉光。只听得弓弦三通，三百爷一路往死里连浪时候，声势浩大，无与无。那么个王氏大人虎目炯炯，斗手当中，旁边他呢心里有鬼啊，说说发短，一声不响。革命上家不知天高地厚，还有了一帮喋喋不休的他说：“幸福大人啊，王贵贪污受贿，确有其事，下官可以作证。3年之前，下官亲眼目睹。”相声武大送救王贵，一领落报。后来，王贵在审理武大一案之时，只拿出了邮筒中的3000两银票。但据下官所知，这件报中还有假日连城的奇珍异宝。王氏大人连忙问呀：“曹元生啊，我包里有东西，侬那个有数的啊？侬讲来。”少家马上改口的，哦哟，大人，我也是听人家说的。这么好，本君我按照就来申报。王氏大人讲申报少家也开心的呀，哎呀，心里有了心，包里写的东西只要一拿出来，就是背到王贵定好的证据。但是呢，少家有了开心，当地我听说的老百姓听不懂。今朝申报啊，搿件袍是衣裳，不会开口，不会讲真的，那个申发的。那搿辰光，这件工厂从空包里向取出当年搿件绿袍，上家入门入路侪晓得的。拿起把剪刀对着搿只袍不是，一剪刀落去了，扑脱呀，叫做一对肉别落了搿个地呀背啊个上啊。今年那个天盘做工巧，上客沙龙们来前去，我可鲤鱼西花我落一排人那个上真是那个世上红家宝。富家宝呀，富家宝呀，真是世上富家宝。对，金福大神，这就是王贵团长王他最好的证据，这可是假设连城的样子，不要变啊！王氏大人看到真的有这样一个东西啊，心里也是一惊。到底我听说老百姓目瞪口眼的啊！王大人会对这个东西啊？搿辰光有了旁边的王贵人无可认的，上得堂来对王氏大人讲清楚了当年3000两银票，得知搿件绿袍来龙去脉，事体自家长自家短，自家方自家圆，清清爽爽。外加搿件衣裳风尘苦忙，直到今朝刚刚拿出来，里向有如此贵重的东西，他确实不晓得呀。那么这有恳求王氏大人要明察秋毫。
却有上落叶。一丝那么呢，谢了王氏大人回来，早将100鸟王贵有口难辩之事大体之下，一个声音先生。大人啊，小老队员我要讲的。这个啥人啊？哦，这个人原来就是江州赫赫有名的宁波老裁缝，裁缝铺开了城西门头的。西门头现在也有的对吧？大家意思去那插钱的。插钱插到现在比8万富翁有钞票的对吧？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哎，要来给掌声。那么西门头这个老裁缝的，上到哪来就讲，大人啊，3年之前是乔接到了一块衣裳料做，其下要到洪大町早前接对个绿袍。我呢，当缝袍的辰光，那两只袍骨落头摆进去对样子把肉别压重。来到辰光，有滴滴杀杀讲好了。我搿桩事体外头冇讲，非只要叫我好看，就冇看来。原来搿就是乔家爷王大人写个圈套，小老头今朝讲虚掉嘛，我也绝不能让王大人啊随便冤枉我。那么呢，老裁缝一番话一讲，大底下所有老百姓清清散散，明明白白，真相大白。搿桩事体侪是他人得上家做那个。这天王氏大人怒目圆睁啊！那几块金大木刚刚准备拍落去嘛，少将是一瞧，抬头一看，我要发呆的，今朝要快点扑噜脱一记举到了房中，磕头求饶，拿自家当年所做的坏事体一日全部吐出。搿只坏地方子做过搿新鲜坏事体，王氏大人听了之后受得了。那么呢，搿块金大木朝下头一拍嘛，哦呀，喝道。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朝廷里是派人送来一道符语，要王贵接受父亲，接受咨询。王贵心中无愧太然惊，王叔大人晓得，肯定经历以后，小人要言语他，勾手以亲自修书一封，叫王贵财大进京。3天之，王贵就要移然赴京。假如天与老百姓不舍得的，自家有个好看看愿意走啊！大家是无老也有，夹道线索，就给你那看，天高头还下起了蒙蒙的小雨。我知道你背负冤屈，对家族也有太多的不善意。大官为官在眼中，自己为的是大民众，也是长子的罪遭着去，爱你对得起百姓的错错，常言道好人自传女好汉，在那阵你们同醉于山，心啊王姐呀，我也不知该是何对你言听，但等他日你登场之途，这宫中之谜是为明白。我们还是再看看结果听吧。王大人，请过王大人。陈大贵郎，快快请进，有劳你们再过来相送。王大人，假若能与你这样的好官，百姓们都杀不得你呀！是啊，王大人，你一步等向来，一步等向走，百姓们看在眼里，轻看在心里呀！王大人，三年
是要把那穷乡镇城市无他年真等见随把州长同心儿里似水换来了金翠一片丰收生，真乃是我错的是路太锋芒，而今是心多深，一笔得胜切不能，我心中坦荡不尽。这是我向来心有神不说留神一领老爸来下来，这老爸还我风风雨3年多，他天真一天忠心诚，这老爸是我老几母相信我不忘肩上千金担。这老爸应过了多少秋？
告辞。臣请上说吧。送君马迎，把心那个内马，把心内马，把心内马我两手清风离家人，结婚领带成了留一个地，一句落马人一个皮，把你相思把思情，把思心。那么呢，瓦官复京以后啊，争先大拔。京城里的官员晓得瓦官原来是这个一个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官，故所以重新告伊回到家传来上任。前后为官9年，为家传地方做出了交关贡献。故所以搿只故事也告诉大家了，告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做人做个好人。做官呢，要做个好官，那讲对吗？谢谢大家，来。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上海越剧院的演员们给大家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下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领导上台。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这一部剧的编剧陈志平老师，也有请他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有请。
好，请我们的领导和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今晚是绿袍琴在我们嘉善演剧院的首场演出。那么在明天呢，我们还会将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绿袍琴的演出，也同时呢，也是在我们影剧院上演。谢谢。好，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领导，谢谢，同时也感谢我们的演员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那么今晚我们的演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朋友们再见。